咱开始咱的敬拜，我们来唱医治的爱，耶稣医治的爱。在你的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在你的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请一下这，在咱的生活当中，检查遇到一个艰苦心的事，但是咱爱相信，耶稣的爱可以医治我们的心，耶稣的爱可以让我们的心再次刚强起来。咱都用祈祷的心，我们再来唱一遍耶稣医治的爱。在你灵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
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感谢耶稣医治的爱。接下来，咱们来念耶稣和你平安。世間最苦難，耶穌要做咱真正幫助，伊要予咱，伊要予咱平安，對一世到永遠。所要做咱真正幫助，伊要予咱，伊要予咱平安，對一世到永遠。耶穌，耶穌，予咱平安，耶穌，予咱真正平安。咱心內對一世到永遠，哦，耶穌，予咱平安。最苦難，耶穌要做咱真正幫助，伊要予咱，伊要予咱平安。一世到永遠，世間最苦難，耶穌要做咱真正幫助，伊要予咱，伊要予咱平安，對一世到永遠。耶穌，耶穌，予咱平安，耶穌，予咱真正平安，親親佇咱心內，對一世到永遠，哦，耶穌，予咱平安，耶穌，耶穌，予咱平安。耶穌，予咱真正平安，深深佇咱心內，對一世到永遠，哦，耶穌，予咱平安。耶穌一定予咱平安。請咱大咱的隔壁的兄姐，咱大家講，耶穌想使你平安。耶穌想使你平安，耶穌想使咱平安，咱無驚嚇，咱都用祈禱的心，咱都來念一遍。耶穌，予咱平安，
这世间最最苦难，耶稣要做咱真正帮助，伊要予咱，伊要予咱平安，对这世到永远。世间最最苦难，耶稣要做咱真正帮助。耶稣，予咱平安，耶稣，予咱真正平安，深深伫咱心内，对一世到永远。哦，耶稣，予咱平安，耶稣，耶稣，耶稣，予咱平安，耶稣。真正平安，深深伫咱心内，你一世到永远。哦，耶稣，予咱平安。再说，我们来唱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舍命。我唯一的爱。
主耶稣为了我们的过犯牺牲，钉在十字架上。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亲爱兄姐，主早前为咱死，但咱要为伊来活。我们再用祷告的敬虔的心来唱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手边上是我的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王权势，经我属你永活的真神，何等牺牲的爱，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王权势，经我属你永活的真神，何等牺牲的爱，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王权势，经我属你永活的真神，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这是最早起的礼拜，请奏乐。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世间情人
项阮连你相思，上帝讲怜悯的圣殿，咱着真正心平见。三甲来吟圣诗72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应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地上帝大兵，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请阿免，请坐。三甲来起。启应文13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
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得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判断的是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中间，我的路怀疑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法来，你要互我得到智慧，求你用如切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黄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擦消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奇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我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的旨要对请入死学了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保佑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见伊。过来念圣诗123首美调。耶稣真正死过活，请坐咧念全首。
咱三甲来祈祷，感谢主，你为着有罪的阮来付出，受凌辱、顶受价，甚至性命牺牲性命来救赎阮。感谢上帝，你也是用温婉称你做阿爸天父上帝，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今仔日是过活节，阮大家用欢喜感恩的心来迎接过活节。教会有私营健身礼、家校要洗礼，求主保护因，甘成做因一生的主。会中也有圣餐，互阮纪念主耶稣为阮牺牲流血大的恩典，互这个信息会当传遍全地。祈祷感谢，靠主的名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在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2节。19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在的所在关门。耶稣到，伫因中间，甲因讲愿你平安。已经讲即个话，就用手甲血液，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佫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这话，就对因分开，讲：恁受圣神。佫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以赛亚53章4节到7节。以赛亚53章4节到7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刑责罚，互上帝拍，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伫家己的行家己的偏路。耶稣互因众人的罪拢归伫伊的身上，伊受压迫，拄着艰苦，抑佫无开喙。伊亲像羊牵到受开的地，佫亲像羊伫这门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安尼拢无开喙。以上诗歌主要献诗。
亲爱兄弟姊妹，愿恁平安。我使用这句话代表主耶稣来甲恁讲，伫2000年前的礼拜日的暗暝，耶稣死的第3日，伫迄个暗暝，耶稣搁活了后，伊出现，甲伊的学生讲：愿恁平安。这句话代表搁活的福音。亲爱兄弟姊妹，咱可能拢逐年拢咧过搁活节，但是咱无一定捌认真去想过，搁活节会当带互我什么种的祝福？愿今仔日个礼拜，搁活节福音甲恁三甲伫地，因为耶稣讲 Shalom Lahem， 这个字是主耶稣留予以色列人足要紧的一句话。咱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我足想要甲恁讲，主耶稣搁活甲你三甲伫地，愿伊所享受的快乐，特别伫晨会、伫方明、伫家珍、伫家豪、伫真侪咱的兄弟姊妹，愿今仔日个搁活节对恁来讲是一个受祝福的日。咱要听上帝话之前，牧师要邀请咱搁做伙，为着会当听清楚。咱来求圣神来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听上帝圣经的解说，咱当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伫你的圣殿作为主职，愿真少年拄拄失去伊的妈妈的余生。主，愿你亲自伊的家庭，甲伊揽、甲伊抱、甲伊安慰，互伊知影，既然信你的人虽往死，也有久要搁活。主，阮中间若有人心灵有苦楚、有惊吓、有病痛，愿你伫今仔个搁活节，将愿望、信心、仁爱放伫阮的生命中。主耶稣，愿你足清楚伫阮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耳孔，甲伊讲：我听你，愿你平安。愿这个平安毋是一个清安。愿这个平安是一种快乐。主，你互今仔日个礼拜真做一个领受的礼拜，愿一生一世拢要会记得。主，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所互阮的礼物，竟然是陪伴阮到一生的落尾。至诚的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灵往你拍开，求主你的圣神对伊讲话，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我可耶稣的圣名。阿门。可以做家好，欢迎你来这礼拜。兄弟姊妹，因两个拢是喜乐保育院里面很懂得听讲道的青年，因毋是干那会晓听咱咧讲的话，虽然因的身躯的肢体无介方便，但是因嘛会当带敬拜赞美。伫喜乐保育院内底可以做拢是实勤手，因。伫上帝的面前，唱出因生命的诗歌。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个搁活礼拜中间，咱明白一项代志：年年拢咧过搁活节，但是搁活节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节日。当年牧师拢会邀请咱伫受难酒参加受难酒的祈祷会。受难酒的祈祷会嘛，毋是可有可无的咧教会活动之一。但是检查因为无用，检查因为无人提醒。兄弟姊妹，伫咱信仰的祭祀过程中间，有时咱会忽略掉伊的重要性，感觉这项代志可有可无。咱的兄弟姊妹，咱的囡仔因的大汉，其实毋是通过牧师的讲道来大汉。咱的主日学的老师真用心，因为因知影主日学的囡仔，袂使干那听主日学。这个圣经的故事哪点？所以主日学老师有讲一句话，讲这个囡仔需要伫礼拜中间，通过礼拜仪式，有一个仪式的参与感。有真侪人认捌上帝，多数拢毋是因为讲道，是因为伊感受到一个礼拜中间的庄严，仪式中间的神圣，然后伊才愿意拍开心门。来探讨讲这个礼拜中间，迄个享受快乐甲活命的上帝，伊到底
是什么种的上帝？通常牧师的讲道拢是后半段。当一个人有迄个意愿想要认识上帝时，牧师对圣经的解说就会帮咱伊明白讲原来搁偌济生做安尼。所以听弟姊妹，我敢要当问恁一个问题：伫你做基督徒遮尔侪年以来，搁偌济故事，对一个故事你上爱，你上有印象，上有感觉？兄弟姊妹，对一个搁偌济故事对你来讲上重要。搁偌济上少50个以上的故事，所以古伦神父有为着搁偌济的祈祷写一本册，叫做《天天复活的喜乐》。伊用50篇圣经的故事，讲50个故事，就是对搁偌济到圣神降临节，逐工拢通过圣经的故事，甲耶稣讲：耶稣，这个故事赞，阿免。这个故事，互伊变做我的故事。在咱大家听讲道意思是安尼哦。圣经的故事赞，主啊，阿免。互这个故事变做我的故事。这50个故事有大故事，有小故事。今仔日咱所听的这个经文，恁若较敏感的人，恁会感受到今仔日的词汇。伊先读新约，然后才读旧约。这是牧师刻意拜托师会先读新约约翰福音20章这段的故事。这是搁偌济的大故事，伊是发生伫搁偌济礼拜日这个暗暝。耶稣照圣经的记载时间点，伊是伫拜五受审判，等于是未过顶悬，拜五死，然后伫礼拜搁活伫咱的中间。耶稣的生甲死，毋是一项真简单的代志。亲爱的弟兄姊妹，若要真清楚解说这个圣经的故事，牧师可能需要足长的时间甲恁查经，因为耶稣是出世伫犹太人一个足大的节期，叫做住棚节。耶稣是死伫受难周的，咱叫做搬过节。耶稣的搁活是伫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叫做初熟节。耶稣上天了后，享受圣神，迄个日叫做五旬节。这几个节期对犹太人来讲，是一生中间最要紧的3大节期，甲耶稣的生死有关系。所以故事的安排遮尔奇妙，偏激的人甲遐搞。耶稣的降生是为着要疼世间人，伊的生死拢甲犹太人一个2000年的历史的犹太人，甲因的信仰有深深的关系。牧师今仔日无要讲遮尔济解说这个话，牧师只有要问恁一句：你敢知影搁偌济甲你的性命有甚物种的关系？患病的人其他的病未死。会得到医治，就亲像猎杀咯。恁会记迄个故事无？耶稣甲伊的姊妹拦呢，马亚大伊砍甲，甲耶稣埋怨讲：主耶稣，你若较早来，阮小弟的病未死。耶稣甲伊拦呢，耶稣讲：信我的人永远未死，你相信吗？兄弟姊妹，今仔是搁偌济。主耶稣若甲咱讲，信我的人，随往死，还佫要搁活。你会甲耶稣辩论？马大嘛甲伊辩论讲，我知啦，迄是将来的代志，因为死了后上天堂，人会搁活，迄是将来的代志。无拍算耶稣甲因讲，伊是困去。亲爱的姊妹，搁活这是今生今世，此时此刻，是活活生生、实实在在。伫咱的人生中间，拢会通经历。原咱知影牧师今仔第一句话甲咱讲的话讲，搁偌济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你若信耶稣，你就要祝福；若无太无彩，因为耶稣对生命有绝对的权柄、力量，甲活命的开展。原咱今仔日搁偌济，咱甲主耶稣讲：
主耶稣，互我甲你同生，互我甲你同死。牧师拄则咧讲起，上帝是一个真奇妙的故事的编写者。伊互耶稣降生伫即个世界，讲道成肉体。道成肉体迄一日，竟然就是犹太人一个足大的节期，叫做住棚节，纪念出埃及的时阵，住伫旷野的日子会开始。然后耶稣死伫盘过节，守盘过节就是讲，主啊，迄个死亡，互伊离开阮即个民族，互惊吓离开。盘过意思就是上帝的平安临到，惊吓就无搁再伫阮中间来掌管。但是耶稣竟然伫迄天来死。这个故事最重要是要甲咱讲起，耶稣对这个死亡有绝对的权柄。所听的姊妹，咱今仔所听的讲道，毋是一种的道理，咱今仔所听的讲道是一个福音，是一个生命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亲自讲互恁听。照着今仔日个圣经，约翰福音20章，约翰听即句话是3天前，耶稣伫圣餐的暗暝中间，耶稣就讲的一句话。伫耶稣最后盘过节守圣餐，恁有参加查经班的人，恁知影牧师有讲一个课叫做耶稣的课堂。伫耶稣的课堂第55课最后一课，就是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迄是耶稣伫伊离开世间的最后一个阴暗，伊对伊学生闭门的教学。闭门的教学意思就是，无互外人门关起来，只有至亲学生来听。耶稣伫迄个中间甲伊讲：“我留了我的平安互你，我的平安，甲这个世间的平安无共款。”这是今仔牧师要问恁的第二个问题：你感觉信耶稣有共款吗？真侪朋友拢甲你讲，信什么宗教拢共款，对无？你捌听过吗？耶稣讲：“我的平安，甲这世间的平安无共款。”但这个牧师要用足紧的速度甲恁讲，啥物叫做无共款？但是兄弟姊妹，伫耶稣死了第3天的暗暝，就是礼拜日的阴暗，就是今仔日咱咧过活节的暗暝。耶稣出现，因为伊是神，所以无受门窗壁的阻挡，伊会通亲自就自由进入到伫这个房间中间。真有可能就是伫马可因兜、马可楼，是守圣餐的所在。后来也是圣神充满的五旬节，因为迄个时阵伊的学生有一群人走投无路，隐秘伫这个所在。耶稣出现的时阵，甲伊讲：“愿恁平安。”咱听起来就亲像咱咧讲，耶稣听你。牧师一直甲咱提醒讲，甲人讲耶稣听你爱真心，因为迄毋是一个无聊的请安，也是廉价的请安的话。当咱甲人讲耶稣听你的时阵，你爱对心中讲，耶稣所互我迄种遐尼甘甜的听，拢互你。今仔耶稣讲“愿恁平安”这句话，咱通过翻译来听，无一定会了解。所以犹太人后来为着这句话写一篇讲道篇，伊的名叫做 Shalom Lahem， 愿恁平安。Lahem 就是你们复数 ，Shalom 就是平安，愿恁平安。犹太人讲恁唔知影，当耶稣讲愿恁平安的时阵，阮一听到，阮就足清楚知影，因为2000年来，犹太人若做礼拜，心无平安，伊拢爱做一个奉献，叫做平安祭。你捌听过无？伫旧约的圣经中间讲献钱啊，较善的人、较颂扬的人，伊就较献较细只，用粉椒啊；较好嘅人用细只羊羔、羊牛。将这个平安礼会代表罪得到洗清去，将迄个精神献给上帝。所以犹太人想到耶稣亲自所讲这个 Shalom Lahem 这个字的时，伊马上就意识到，耶稣其实是咧甲我讲，因为我的死，所以愿恁平安。所听的姊妹，
我嘛将即句话甲恁讲。当咱咧互相请安的时阵，毋是一项简单的事，因为主要甲咱做主张，主要亲自伫你的人生中间担当咱的罪过甲苦难。所以后来书会所读的第二句话，伫以赛亚53章，这句话是伫耶稣还没来到世间之前的700年，先知以赛亚伫感动的中间。伊就写落来，实实在在的亲像耶稣伫各各他，伊所拄着一幕搁一幕的故事。700年后发生伫电影的戏剧的剧情的内底。所听的姊妹，愿圣神将这个故事讲互你听，互你真正知影讲，原来牧师甲阮提醒讲。搁或者毋是一个真简单的祭祀，因为今仔日是信心的福音，今仔日搁或者是带来噩梦的福音，搁或者是带来主耶稣听的充满的福音。所以听的姊妹，牧师伫我的周报顶悬，我若看到恁有出现，特别我知影恁最近有困难的，我拢会伫我的周报顶悬留笔记，因为会诚做我。替恁祈祷，伫我心中。我知影咱中间最近有人有拄着恁人生中间恶担当的事，陈慧遐尼少年，三个囡仔遐尼细，遐尼幼稚，但是伊伫检查中间才发现讲，伊是一个真无好的细胞，叫做三阴哦。迄一般人若听到吼，可能就昏去啊。但是陈慧伫信心的中间勇敢，兄弟姊妹，咱三体祈祷。咱中间有人较早拄着破病，有的人较慢，甚至无破病。有破病的人得到人的帮助甲带导，无破病的人替破病的人来带导。求主耶稣就是这个国我的上帝。求主耶稣就是有国我的活命的圣神，进入咱中间，特别是心灵内底有不安的人，咱无法度了解心灵不安的人，伊所拄着迄个心头的重担。愿咱毋免拄着这个重担，你才讲主啊，我感谢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免破病，嘛免得到医治。但是，愿破病的人，主的怜悯，将这个国我的溃烂，放伫恁的生命中间，互咱伫主的面前来听今仔日的讲道。国或者毋是将来，耶稣甲马太讲：“你点点，你安静。我即摆咧讲的国我，毋是将来。”所以，带马太甲马利亚去到墓园，耶稣甲人讲。你甲迄个梦石刷开，亲人证人拢甲伊讲，主啊毋通啊，因为列撒罗已经放伫迄个中内面4天啊，4天迄个味亲有死鸟鼠啊，臭到要死。耶稣甲伊讲，列撒罗，你出来。虽然后来列撒罗嘛阁有第2摆死，但是耶稣甲咱讲的国我。其实就是噩梦的国我、信心的国我、罪赦免的国我，阁有就是伫主耶稣保护听的内底，生命得到满足的喜乐的国我。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啊，求你的圣神将国我的故事讲互我听。老师有甲恁分享讲，古伦生物讲了50个故事，你若感觉讲，牧师你无可能。连续50礼拜拢甲我讲这本册内底的故事是，因为时间的甲这期无共款，所以我无简单讲这50礼拜拢来讲这本册。这本册足好读，恁伫网络顶悬都买会到。为了一睹为快，恁家己去买这本册来读，因为这本册当帮助恁倒去读圣经的时，读了解。因为是咱家己单独读圣经，咱并无了解伊个故事背后
伊真正的福音是甚么货？原来这故事拢咧讲起歌活的福音。歌活的福音是指人死了后，上西天然后灵魂的歌活，毋是干那咧讲安尼。当然是，迄是重点。但是更加要紧，就是咧讲起，伫今生今世，处时处境，心头若有重担，有苦楚，有忧闷，有烦恼，有快乐，有软弱，有惊吓，有失望的人，你看你的心头祈祷的事，这个歌活主耶稣要亲像出现伫伊的学生的面前，耶稣要甲你讲。愿你平安 ，Shalom Lahem。耶稣的意思就是，将你所有的重担交予我，我要提起你的重担，拄起你的重担，我要将我的平安予你。也这你相信吗？耶稣甲马大讲迄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耶稣煞问伊一句话讲。你信吗？也这敢好，何牧师甲你问，你相信今仔日个经文是会通实现的应允吗？你相信今仔日个经文所记载的福音是会通伫你的一生中间来成就的福音吗？耶稣咧问你，检查咱可能亲像马大。也毋是马上了解。直到马大看到耶稣讲拿撒勒出来，直到哭甲昏去伫耶稣十字架下面，迄个抹大粒的玛利亚，就是得到上好的福分迄个玛利亚，用哪达香油来抹耶稣的即个玛利亚，所以耶稣会听，互即个妇人人伊的信心勇气。大赢过伊所有学生，因为伫十字架下面的学生受记载只有一个人的名叫做约翰啊，剩的拢总无看呀。负责人的信心比伊学生的信心更较大。兄弟姊妹，耶稣伫今仔日个礼拜，伊要甲咱讲，毋通伫墓坑，毋通伫墓林找死人。你相信过我吗？主要说咧问咱讲，你信吗？从咱的绝望，从咱的惊吓，从咱生命手中有一个英语叫做 impossible， 无可能。咱甲主讲，主我将 impossible 无可能的代志交互你。主要说甲咱摕过来，主要说要伫咱的生命大小事甲咱还手。然后主要讲共遐的字母，但是 impossible 变做 I am possible， 无可能的代志，伫我无学得成的事。兄弟姊妹，信仰拢需要有四大人，有长辈，有牧师，有信仰的前辈的帮助，搁较要紧，就是信心。今仔日个约翰福音20章，就是圣神甲约翰讲的话。圣神甲约翰讲，3天前恁咧食暗顿的时，你会记得耶稣甲恁讲，我留落我的平安互恁。这个平安毋是即世间的平安，你会记得吗？3天后，约翰伫伊的20章，伊无记迄句话，但是伊连续记2摆。耶稣讲，愿恁平安。约翰了解啊，原来3天前耶稣所讲的话，我听袂清楚。今仔日经过耶稣十字架的受苦，我才知影，耶稣原来就是世间人的平安祭，伊所流的血洗清我的罪。耶稣甲我讲，我要担当你所有的重担。亲爱的姊妹，今仔日伫礼拜中间，实实在在，耶稣就是安尼甲咱讲。圣经福音书中间记载，耶稣咧讲强调的话，
伊拢常常讲实实在在。迄个字英语叫做阿门，阿门。英语叫做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实实在在我甲你讲。若无圣神帮助牧师嘛读无，这个经文前后伊所印出来，什么叫做国外福音？愿兄弟姊妹，恁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通过福音明白3项代志。国外这甲活命有关系。耶稣有肉体的活命的权柄，耶稣有灵魂的权柄，耶稣有永远活的权柄。第二，耶稣会通赐恁平安。第三，耶稣不但赐咱平安，耶稣阁予伊家己活开伊的圣神，要踮伫恁的厝内，踮伫恁的家庭，踮伫家校，也踮伫私运。也踮伫咱中间，每一个已经领洗礼的兄弟姊妹，甲无领洗礼的咱的亲人，因为耶稣会听无分基督徒甲非基督徒。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求你帮助我，通过圣经的故事，看到你所做的事；通过圣经所写的话，听到你过去所讲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这条道足水的，你甲看，耶稣舔马大遐认真，咱拢误会耶稣敢若舔玛利亚对无？但这条道主角变做马大，反倒转伫耶稣的身边，迄个紫色、浅紫色迄个头巾，迄个是玛利亚。耶稣甲马大，拢无甲伊讲啥物其他大道理，耶稣只有甲伊揽，好亲像咧甲咱讲。毋免惊，我甲你伫咧，所听的姊妹，耶稣佮落去甲伊讲：你相信吗？咱甲主讲，主我不但相信，主我嘛知，互你揽咧，互你抱咧，迄种的感觉，实在有够好。所听的姊妹，牧师邀请恁伫受难周的祈祷会，目的毋是要参加讲咱的教会出席人数搁增加偌济人，毋是迄个意思。牧师我用20几年要30年的时间，想要甲恁分享一项一种的祈祷，是我一生中间感觉上宝贝的祈祷。迄是对2000年前初代教会就开始，伊的名毋是叫做太祖的祷告会。伊的名叫做遇见神的祷告会。兄弟姊妹，咱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咱太无严格，至到咱嘛无时间通参加祈祷会。亲爱兄弟姊妹，牧师绝对无责备的意思。牧师对咱有一个真心的分享，愿你享受一个，互耶稣甲恁抱咧，甲恁揽咧。耶稣无讲话，你就知影伊要讲啥；你无讲话，耶稣就知影你要讲啥。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个故事，互咱足清楚，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听有今仔日个解释。今仔日个圣经记载，约翰福音20章，伊对19节读到22节，伫19节的一起头，伊安尼讲：7日的头一日。7日的头一日的意思，犹太人因有甲咱共款有一礼拜，但是犹太人一礼拜结束就是拜六，拜六就是犹太人的传统叫做安息日。因伫咧安息日，因的礼拜是伫拜六，咱的礼拜是伫礼拜日，因的礼拜是伫拜六。因用安息日做一日一礼拜的结束，因为圣经讲上帝创造天甲地，第一天做啥？第二天、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7天，上帝看伊最好，万物休困。所以犹太人守第6天，最后的一天安息日。但是初代教会对耶稣高活了后，甲安息日改变做守主日、3日、主的日、主高活的日、噩梦的日、死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安息日甲主日拢同款。耶稣伫
7日的暗暝，伊出现，伊甲伊学生讲：愿恁平安。这是牧师今仔日通过祈祷，读互恁听，也渴望恁听到牧师的代祷。恁对伸出手的时阵，你甲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但一个咱要领圣餐的人，毋通袂记你甲耶稣感谢。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所赏赐我，毋是干那圣餐的饼；你所赏赐我，毋是干那圣餐的葡萄汁；你所赏赐我，嘛毋是干那一粒红卵。你所赏赐我，就跟那圣经中间所讲：平安，平安，平安。愿咱伫主的面前领受。耶稣伫也未定十字架进前，伫约翰福音14章这个时间点是发生伫耶稣主持圣餐搬过节迄个暗暝。耶稣也未受了最后的一个阴暗，伊甲伊学生做伙食饭的时，伊伫遐讲：我留落我的平安互你。遐这恁阿们吗？牧师若有机会去开会，牧师若有机会去观摩参观无共款的教会，那伫迄个礼拜中间有感动的，无论是对一个真有温素的讲道者，无论是对迄个礼拜的感动，我拢会讲阿们。一届伫西敏寺，就是英国女王的专属、国王的专属的礼拜堂，伫伦敦的这个泰晤士河边啊，大笨钟的边啊，迄间礼拜堂，我伫遐参加拜六暗的晚祷。咱今仔所听的咱所唱的第一首的圣诗，其实就是英国女王伫迄个礼拜堂中间做伙唱的同一首的圣诗。迄个音乐，迄个庄严，迄个暗示圣神的同在。我下面的中间有一个突发奇想，我来包一只无人机吼，甲我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大细细拢用专机甲载来遮做礼拜好啊。我毋敢甲恁答应，因为太昂贵了。但是我用讲互恁听，咱有可能无法度去到迄个现场。但是如果上帝若对你讲话，圣神来感动你，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有当时你感觉是一个直觉，但是当你出伫满足你甲主讲阿们的时，上帝要为你开路。上帝要为咱开路，愿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我伸出我的手，我要抓牢你所予我一生的平安。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个礼拜，耶稣来到你的厝内，耶稣徛伫咱中间。正好等一下，牧师要问你讲：你愿不愿意接受洗礼？你讲啊？阿门。OK， 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进入恁的生命中间，愿恁平安。拄则牧师甲恁解说，shalom 这个字叫做平安，但是平安字叫做shalem。犹太人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有一种困扰的所在，就是因为希伯来语只有子音没有母音，但是因就天生就我头读免母音。Shalom 甲 Shalom 是同字，所以犹太人一听到这个字字母一看，因就一了解讲，原来耶稣咧讲的就是伊真侪伫圣殿内底迄只互人屠宰迄只鸽子，伊会血洗了我的罪。兄弟姊妹，你愿意互主耶稣成做你的救主吗？这是一种信仰性的解说。这句话竟然是伫耶稣也未定十字架进前的700年。今仔牧师甲咱讲，今仔第2段读的圣经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是伫耶稣也未出世进前700年。先知以赛亚，伊的爸爸妈妈拢是先知。上帝重用这个家庭，先知以赛亚写到耶稣要受定伫各各他迄个情景一模一样。伊讲，亲像羊受牵到受台所在，无出声，描写耶稣十字架的苦路。
耶稣讲愿恁平安了后，耶稣佫做一项真要紧的动作。伊即个动作，我毋敢学，就是安尼。愿恁领受圣神，亲爱兄弟姊妹，这毋是变魔术。当主耶稣讲愿恁平安的时阵，耶稣将伊搁活了后，迄个搁活的圣神，这是记在圣经中间第一摆的圣神降临节。咱传统咱拢纪念迄个第五旬节，伫使徒行传内底迄段圣经，五旬节圣灵全面性的使徒拢得着。但是第一摆圣神降临节是伫礼拜即个阴暗，主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愿恁平安的事。兄弟姊妹，手伫你的心，你甲主祷讲，互我的心内有圣神。毋是干那有我的灵，互我的心内有圣神。因为若无圣神，我的灵就交操烦啦，交操烦啦。我的神，我的灵，若伫我的内面有圣神的时阵，就有喜乐。我的心就有平安，我就袂交操烦。兄弟姊妹，牧师常常用一个仪式感的动作，邀请恁安尼祈祷，吼，有无？我邀请恁换手祈祷，我邀请恁换头祈祷，有无？兄弟姊妹，当咱有一个仪式感的时，圣神知影咱的目肚枵，圣神知影咱的心烦恼，圣神就甲咱撒甲伫地。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领受圣神伫伊的同在。所以第一，牧师要甲咱讲，搁活的福音就是平安的福音，搁活这福音。就是互人甲上帝和好，对咱的心中勇敢，甲上帝讲：阿爸，天父。今日就个长老带咱祈祷的时，伊讲：互阮勇敢讲：阿爸，天父。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权能搁活的三项事来放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也愿恁的家庭互圣神掌管。互平安的圣神，搁活的圣神，甲恁撒甲伫地，开恁的目睭，开恁的心窍，互恁有聪明的灵，有智慧的灵，有策略的灵，有工作能力的灵，搁有知识的灵，搁有敬畏上帝的灵。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领受吧，兄弟姊妹，领受这个字，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拿在你的手上。这句话，互咱想到，当摩西伫西奈山顶看到上帝了后，上帝甲伊讲：“手举你的竿仔，落山去。”今仔耶稣嘛甲咱讲：“手摕着圣神，心内充满圣神，我要甲恁撒甲伫地。”摩西离开西奈山了后，伊落来，伊咧讲西奈山顶的故事的时，伊讲着。伊手举上帝的竿仔，圣神就是上帝所予咱能力的竿仔。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过一个甲耶稣同搁活的搁活节。对今仔日开始，每一年的搁活节，也这愿恁明白，这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节期，吼，愿恁平安。最后，牧师要甲恁解说时间的原因，牧师。跳来讲，耶稣讲的，我的平安甲这世间无共款。时间的缘故，我无要做这解说，但是我将这个文字留互恁。伫后礼拜周报会有文字稿，恁会当放伫恁的安静时间，摕起来想。牧师所讲的平安到底什么意思？圣神帮赞约翰，圣神嘛要帮赞牧师，讲互恁听。圣神嘛要帮赞恁。听有耶稣互咱的平安，甲人无共款，吼。所以伫这个所在，第一，耶稣的平安是全然的平安，毋是即摆做礼拜时听到有平安离开门出去，上车坐咧就开始烦恼啊。也这就是迄个意思。全然的平安，就是长阔高深、久久长长的平安，心头最定。平安伫你的心内，
这是耶稣所给人的平安，是一个招庇的平安。第二，伊是及时的，是当下，是真的。所以耶稣伊常常若咧讲福音的时，伊讲实实在在。希伯来语叫做阿门，阿门。伊讲了的时候，拢讲个阿门。所以后来基督徒才会习惯伫礼拜，毋是礼拜伫讲，伫迄个基督了后讲阿门的意思，就是主上帝拄则我所求的实在哦，是我真正对心中诚实的基督。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的平安是对天顶来的，是上帝主动予咱的，毋是咱求。咱拢想讲，咱爱甲上帝提醒，上帝较会记得，对无？咱真侪时阵拢常常爱甲上帝提醒，是爱有迫切敬虔的心祈祷。但是当咱还未祈祷之前，你想，你阿爸天父知无？还未来到伯大尼，耶稣早就知影马大马利亚因的家庭出代志啊！兄弟姊妹，耶稣在咱的轻重，最后无需要讲三项。耶稣的平安是以马内利的平安。耶稣的平安是当伊甲你讲平安的时阵，伊阁甲你喷一口气。上帝的圣神要踮伫你的生命做工。最后一项，耶稣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姊妹，愿今仔日圣经的话，家己讲话；愿今仔日上帝的话，家己显明伫恁的生命中。咱同心来祈祷。万关灵、荣耀、圣洁的天顶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对天降临，互讲的人、听的人，拢伫今仔日领受圣神。万关灵的上帝，今日你，阮要为着家校、为着私运来行洗礼、加健身礼，求你用你的宝血接纳因，一生一世踮伫你的平安。主，我嘛要领圣餐，我要领受你所赏赐阮活命的饼、活命的杯。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心内送香需要你的阮的亲爱的姊妹兄弟，甚至今仔日袂通来甲阮做礼拜，破病倒床的每一个人，包括连进兄弟，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听阮众人的祈祷，施恩互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
咱来吟圣诗212首。吟圣诗了后，要来为家校洗礼。咱来吟圣诗212首。咱人既然大做出世，就受所归业天志，朝天业断着受养还，我可家己袂为得脱。上辈上帝一大恩惠，叫选咱人做伊行类。圣经替咱担当做歌，诚心观念，甲咱感化。三位一体，甲咱立约，全伊所给为咱最上。命咱全是生活言行，带到天堂万福丰盛。上帝名誉生的卡面，表明当心坚固咱心。免的心性顺天法度，常常教育行主的路。阿门。咱来请美云老主任和协助家豪来伫即个鸽子的即个来坐来头前即个所在，等坐伫鸽子即个所在吼。会长请坐。家豪唔免紧张吼，安静吼，不用紧张。咱这个帮赞是我去摇花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死佮活了后，也未就天的大声有安尼讲：天顶地下所有的官兵拢已经赏赐予我，当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伊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来遵守，佮我日子甲恁相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家豪，牧师要问你3个问题。好，注意听哦，吼！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做你的救主，上帝圣神做你的保护师，也无？你愿意领受耶稣的帮赞，成做你得救的亏待，也无？第三，你敢愿意学习做真正的基督徒？好，现在有的机会。好，安静，好，不要紧张。上帝所听的家豪，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上帝的听，成做伊的孩子，成做伊的囝儿，一生一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主耶稣，阮将家豪交伫你的手中，主用你的听充满伊的心内，主互伊的灵甲你的灵相通。主耶稣，阮感谢你，主求你将你的听放伫伊的生命中。永远永远，我安尼困祈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耶稣听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谢谢。亲爱的姊妹，咱的教会真有福气，吼！许多的阿嬷常常教伊所听的每一个囡仔，有的知会当表达，有的知但是不容易表达。咱知，咱拢会当表达。
唔通做一个对上帝沉默冷漠的基督徒，吼。同为今仔这个洗礼，愿咱甲嘉豪的家庭做伙欢喜，吼。嘉豪的爸爸伫咱的中间来参加伊的囡仔的洗礼，吼。好，耶稣爱你。咱来请陈牧师，甲咱的小会，吼，咱丢落来接纳，吼，接纳嘉豪做咱的家庭一份子，吼。咱做伙来领受，咱来宣告吼，咱将嘉豪交给上帝。咱我用爸囝圣神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德堂教会的官兵，欢迎你成做这个信仰的家庭的一份子。对这祈祷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阿门。耶稣爱你，哈，好，没有的事哦。哦，我背起来跳。也是爱你，也是爱你，也是爱你。也是爱你哈。这是我们蔡副院长蔡牧师给的。蔡牧师给你红包呢，院长来参加你的洗礼哦，哈。下一次我你好，哈，好哈。哦，说好了。院长来和礼拜六应该跟家长合好好家好合作哦。后来请思云来头前哦，思云来头前。你徛起来顶管哈。思云，你对细汉到大汉你伫吉林教会带弟张牧师，甲你行小姐洗礼，经过14年，上帝予你的心被摇动，你欢喜要伫上帝面前来领受献身礼。牧师要问你下边的问题，你用欢喜甲清楚决定的心来回答吼。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愿意悔改你过去的生活，我靠耶稣的帮助，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也无？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敢知影应该我靠圣神的帮助，伫你的生活的顶悬为主来活。牧师带你祷告，主耶稣，你的查某囝已经大汉，伊已经有能力通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唔好。主耶稣，你的查某囝已经伫圣神的感动中间，有真情做欢喜，要将伊的一生交托你。主啊，伫你的面前，将思云来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施恩。用主耶稣你家己的保护，特别伫这个非常受祝福的国外节，主你用你的保护，带思云过伊一生的生活，互伊一生带着今仔日耶稣你所讲的话，领受圣灵吧，用主耶稣的圣名，互你领受圣神。所有的黑暗袂通搅扰你，所有的黑暗的势力。无法度伫你的身躯顶悬产生任何的影响力。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伊的活命，
甲你三甲地地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用爸囝圣神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德堂教会、小会官兵，接纳你成做这间教会的一份子，也将你的性命恭敬交伫天顶的上帝。愿主亲自伫你的性命顶端做你的主，直到永远。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你转过去哈。咱来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代表教会来接纳。思云，假做那个一份子哈，也是爱你。卫生纸，来给，谢谢。亲爱的，这思云是双胞胎，也是因兜上细汉的，但是是因兜3个弟兄姐妹第一个生的顶管是施恩，佮其实是伊的哥哥咱真欢喜。爸爸是廖建生、廖建生兄弟，妈妈是这个杨依林老师杨依林老师甲建生兄拢是真虔诚、真追求的咱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咱真唔甘，就是建生今仔无倒来参加，就是因为伊有疑似心肌的问题，心律不整伫即礼拜有咧休困过来要做即个检查跟治疗，咱替建生兄祈祷耶稣爱你，加油！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就好你回转。咱来吟圣诗217首，咱来修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对今仔关于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
主讲，你若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之地，所听遐的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领受也传授互恁。伫主耶稣基督受灭迄暝，伊有摕饼祝谢讲，即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纪念我。直到我搁再来，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至真、至仁慈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阮何德何能，会通领受你十字架的疼？阮一点点资格都袂堪得，但是你完全无保留，用十字架来表达你对阮的疼。顶十字架，正做你身躯受伤的饼，你流出的宝血，正做逐世代教会所纪念的信约。所以，阮伫你的面前，照你的教示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阮恭敬邀请你，即时来到阮中间。至圣的主耶稣，恳求你家己亲自来主持这个圣餐。你祝福这个饼，你拍破这个饼，你将这个饼传给阮每一个属你的学生。你分别这个圣、这个宝血，互伊食做阮啉了后，阮的生命甲你立的约，食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食过去。主耶稣，请你来伫阮中间主持这个圣礼典。我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求吉长老甲英宏长老来旁边。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亲爱的姊妹，咱安静祈祷，准备来领受主耶稣的祝福。当咱提饼伫手中，咱对咱的主耶稣表达咱心内的感谢。当咱手提饼，咱通安静，互主对咱讲话。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用你的疼来医治阮，你用你的疼来赦免阮，你用你的疼来讨放阮的担头，主用你的疼来改变阮的生命的本质。主耶稣，阮虽然未看见，但是阮充满感谢。当阮手提你的身躯，阮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恩。你养饲紧来邀过的人，你将你的活命丰富阮，互今仔日个礼拜，阮的生命得到换新。所以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
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也咧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陈宗胜长老甲陈英宏长老来旁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伊。虽然说阮纪念你，伫各个塔顶悬，你为阮所流出的宝血。虽然说阮感谢阿罗你，虽然说阮感谢阿罗你，虽然说求你。也伫网络顶悬来祝福，袂通伫阮中间做伙实体来领圣餐的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今仔日的礼拜，愿你的圣神进入因的生命中。虽然说，你将你的杯停伫因的嘴。主耶稣，互阮甲你结连。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你着记。
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同心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至圣的上帝，你无限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是阮灵魂的食物，也通过圣神的帮助，互阮清清知影，你何等的疼惜阮，也互阮真做你的厝内。信实的子子，是你圣洁国度的后裔。主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等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性命交托你的事，求主怜悯帮助阮，互阮甲你持续这个永远无受隔断圣洁的疼，也互阮的灵魂体拢通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咱来准备奉献。平安内请郑牧师。
咱今仔真欢喜有佩芳姐妈妈吴雪花女士吼，伫咱中间甲咱做做礼拜吼。佩芳姐妈妈是咱前咱德登教，毋是德登教会，德登乡的妇女会会长哦吼，理事长吼，咱真欢迎伊今仔日甲咱做礼拜吼。佫有真侪咱对台中倒来的，或者应该是要倒来扫墓吼。嘛佫有真侪即乔文嘛，伫咱倒来做礼拜吼。燕强遐夫妇，佫有燕辉社吼，燕辉社倒来伫咱中间。佫有方明甲即个如君姊妹吼，佫有家珍吼，家珍也收听恁吼，也收听。佫有碧豪，嘿，真欢喜碧豪台北爸爸倒来吼，我会尊恁文正呢，你甲我比，我就讲碧豪。我想讲文正来做礼拜，我要拍波我甲也收听咱大家吼。也这时间较虽然时间有较长一点啊，但是咱犹原咱来做伙来祈祷，行平安礼，咱唱这条诗歌。耶稣听你，主耶稣感谢你。你的听充满伫我的心内，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救阮脱离我们的关系。是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所听你话求你，主啊，为着所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怜悯，你伫因的病床边来探访因。受阮伫因的心上，阮特别为着余生的家族来恳求你帮助，伫因失到因的四大人心中的忧伤，求天父上帝怜悯佮安慰。主，阮恳求你照顾陈慧，享受伊信心佮大有稳定。主，阮恳求阮中间若有人心灵有失志、失望。主，恳求你的灵进入伫因的内面。主，晓得圣经记载，阮真爱。主，你对阮分外开。阮中间无一个人例外，伫今仔日个礼拜。主，当阮要离开你的圣殿进前，用阮你的圣神陪伴阮，进入阮要生活的世间。你的圣神甲阮同在，诚做以马内利的平安。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阮教会所有的长辈拢交伫你的手中，祝福因每一工拢有勇健的身躯，脚步在我，求天父上帝保守因出入平安。主啊，照顾阮的教会兄弟姊妹，特别是出外读册做兵的囡仔，求天父上帝帮助因出外平安。愿你的听踮伫阮每一个人的灵的内底。丰丰富富有满足的喜乐，我咱来恳求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咱来分这个奖学金吼，时间有较长一点嘛吼，但是咱犹原完成咱今仔这个礼拜所有的咱的听书吼。国小的小朋友拢来头前哈。擅自以其启信、雅哲、陈勋、陈浩、杨恩、佩琴、方怡、
何雨禾、恩佩、文维、秦慧、梦晴，来，请您来头讲哈，来站过来一点，过来，站过来一点，好，好，你们都很棒哦哈，都很棒。陈牧师分的话，来，我来起立。雅泽，谢谢。陈居、陈浩、杨恩、佩琴、范怡、雨禾、恩佩无来，文伟。钱柜，梦钱，是不是？好，来，该搞。敢无人无领着？陈勋、陈浩因无来。啊！明年才有了。牧师念着你的名吼。伊无请。每年。拜托一个啊，任何兄，你对家己包一个，吼，阿公包啦，好无？吼，甲鼓励一个，无安尼。好，请回座。再来加国中哈，齐轩、以恩、佑新。齐轩、佑新，来，佑新，你们都比赛都不错哈，陈牧师来照相。好，再来请千亿、惠安，大学做会好不好？启恩、以乐、硕恩、以义，大学拢无来吼，甲转转互。硕恩甲启恩。爸爸的，慢慢来。啊！你讲分互伊，要袂分的咧。最重要的是要，不是照相，最重要不是照相哈。好，好，咱来为这个囡仔来祈祷，吼，咱来为这个囡仔祈祷。主阮互囡仔的是鼓励，毋是金钱。主阮恳求天父上帝，伫阮的每一个囡仔，无论是还未开始读册，还是读册学龄前的囡仔，以及到即摆继续咧读册的所有的囡仔，阮知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嘛对上帝你的话顶悬有较无，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要有智慧、聪明、有策略、有能力、有知识，佮有敬畏上帝的心。恳求圣神将即6个上帝你圣神的宝贝的能力，放伫阮的囡仔身上，互因有好的品格，会当判断是非；互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互因有多闪引诱、多闪问题的态度。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因伫一生的成长过程顶悬有主你的祝福。阮为着所有遮的读册囡仔，感谢你，互因有认真的态度。阮感谢学罗你，祈祷我个所圣名，阿门。咱外口有准备即个咱的红卵吼，等下咱要离开遐，即咱家己伫个咱的家己领吼，咱来请师傅报告。安啦，还没有上映。
什么？哦，生日的还未记得吼，生日的请咱生日的演讲遐记证件我倒来，演讲遐代表吼，生日快乐。咱做伙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即礼拜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祝福，祝福因伫你的面前亲自领受主你的祝福，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互因生命的杯得到充足。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所有遮的兄弟来感谢你，也为着娱乐，为着基政，为着单汉姊妹，为着清净阁有汉话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伫你面前恳求主，你也赏赐因智慧的灵，互因会当食着好的管家，伫阁来每一天365天，会当管理上帝所赏赐因的每一天，结好的果子，荣耀上帝你的性命。我咱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耶稣听你。好，咱来请师会报告。这时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注意礼拜日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堂，查经班拜9点到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公的服侍，下周的聚会请陈永宏长老领使妇女团契，司琴陈美秀执事，私人交台钟鸿仁甲冯坚执事，爱参请尤丽芬姐妹。新安宫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灵修。具体交通，本周日是过偌济，请大家备办心，名字过偌济。第二，过偌济圣礼中有廖思莹领受坚信礼，有喜乐保育院的李家豪领受洗礼，愿耶稣的主爱甲因同在，直到永远。咱早经聚会有2个主题，第一，拄着神的灵修，拜六早起9点；第二，我要如何才会当有幸福的生命，拜六暗时7点半，欢迎大家来读经。杨那村的奖学金有以下这学生领到。第五，本主日爱参后妇女团契聚会，欢迎踊跃参加。咱请为以下的生日的兄弟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毋对，则按过价来反映。代祷事项：第一，为心欠安的兄弟祈祷；第二，请为着教会的青年来祈祷；第三，咱也为适婚的青年祈祷、婚姻祈祷；第四，为姊妹教会妇林集得去打呀。以上来吟上营511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同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
请坐，灭道避讳。